兄弟姊妹，大家早平安！平安！感谢主咱伫礼拜日是上帝恩典的时刻，咱大家做伙组织，无论是现场还是伫线顶，咱要同心聚会，同心敬拜。所以咱即阵大家先备办心，咱甲主结连，愿上帝恩典甲咱伫地，为咱的敬拜荣耀主。咱先默祷，要来开始。兄弟姊妹，诗篇106篇第1节安尼讲：恁着学乐耶和华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是咱所有主的百姓，咱都爱学乐，咱都爱感谢咱的主耶和华。所以咱要用诗歌来敬拜上帝，咱要请敬拜团引带咱，大家用诗歌来学乐，诗歌来赞美。咱请敬拜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平安！这是请咱做伙用吟诗来陪伴咱的心，正做今主日敬拜的开始。恳求圣神来到伫咱中间，圣神，请你来。请咱用祈祷的心来唱，圣神，请你来。圣神，请。
20到20，像诗人安尼讲，阮的心神时时着听候上主，伊是做阮的帮赞，做阮的灯牌，阮的心会因为我靠伊来欢喜，因为阮时时我靠伊的性命，上主啊，愿你照阮所仰望你的，施落你的慈爱予阮。是啊，上主，愿你照阮所仰望你的，施落你的慈爱予阮。感谢主，咱有看见台湾的疫情渐渐受到控制，政府也豆豆开放室内室外人群聚集的人数，即时要邀请所有的兄弟来为着下面的几项代志来祈祷。大先，咱要为着全球、为着台湾的疫情大环境来祈祷，恳求主止煞全球的疫情，台湾的疫情渐渐得到控制、降级、解封，也为着这礼拜咱开始实体的聚会来祈祷，恳求主保守，也有人要来家己教会，甲咱做伙来敬拜、来祈祷，恳求主保守，这一切的过程甲防疫的备办拢通顺遂。也为着台湾连续几日来的降雨、落雨来祈祷，恳求主保守人民的产业，无抵到伫咧防疫的当中，阁受到损害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线接，咱要为着教会的集体来代祷，特别为着你的亲人，你所认捌伫病痛当中的兄弟姊妹，来为因提名代祷，恳求主保守因的身体得到医治，快快来恢复。也为着教会，也有侪的兄弟姊妹咧等待要接种第一剂的疫苗，也是第二剂的疫苗的人，恳求主会当保守。照顾因，保守咱每一个人，拢会当互这疫苗顺利的到位，人的身体得到抗体甲保护。咱为着咱所有兄弟的健康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圣神，请你来。圣神，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，光芒来浸滚你，更靠近万里。圣神，请你来，改变我的心，让我看你，让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求主，我敬拜你，荣耀我求主。煞接，咱要为着受疫情影响着工作、甲经济收入的家庭来祈祷。
伫全球疫情的冲击下面，侪人的工作事业受到极大的考验甲挑战。恳求主赐下智慧，帮助咱所有兄弟姊妹来度过工作的困境甲经济的危机，互全球的疫情会当紧紧来得到控制，早日恢复正常的工作甲生活。咱做伙来开声祈祷。最后，咱也要为着今早日的主日敬拜来祈祷，恳求上帝赏赐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来领受主的话，借着夏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佮来得到属灵的养分。搁一摆激励着阮，恳求主的灵临到伫所有现场，佮伫线顶的兄弟姊妹，来保守咱伫今主日的礼拜，咱做伙开声，为着今早起的礼拜来祈祷。主啊，你是全知、全善、全能的主上帝，你敢是阮伫即个全球面临肺炎病毒危机的时刻，阮犹原正做你尽忠的囝儿罗卜，帮助阮跟对阮的大牧者主耶稣的脚步，伊因为疼阮每一个人，献上了性命。恳求主装备阮，合伫你的旨意来活来行，愿你的名得到荣耀。祈祷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即时，请咱做伙起立，咱用欢喜来唱出俄勒的声音。我的心啊，你着欢喜出声。我的心啊，你着欢喜出声。俄勒耶和华，用这是健康的心心俄勒伊。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，咱靠着俄勒敬拜来回应。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得将荣耀为爱来感谢。我流落你，全意敬拜你。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你着欢喜出声，俄勒耶和华，用真实健康的心心俄勒伊。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，咱拿着俄勒敬拜来回应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。将肉体为爱来感谢，我流落你，全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。我的心啊，你着欢喜出声，俄勒耶和华，用真实健康的心心俄勒伊。天地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，咱拿着俄勒敬拜来回应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得将肉体为爱来感谢。我流落你，全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。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，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。咱将一切荣耀归予听咱的主上帝。感谢主会当互咱搁三听，伫伊的圣殿内底做伙主持。咱到主日伫你宝座前敬拜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。
一日你拢想思高野的快乐，引带我行深深的山谷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草草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，咱打自己。咱打主一日礼仪，无做正经牌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。每一日你拢想思高野的快乐，引带我行深深的山谷，顺境恶路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草草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咱打主一日礼仪，无做正经牌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。每一日你拢想思高野的快乐，我行深深的山谷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草草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坦，搁一摆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草草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是啊，主，我愿意顺坦来行天路。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。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地当心敬拜，地主民间天性菩萨。上帝的圣殿内，大地热情礼拜，心我全意敬虔跪拜，对敬拜上帝。现在，因阮祷告天爱，天使圣道本正菩萨，恳求主阿罗听，万所的秘密声。现在悄悄，华丽灿烂艳阳，红万婀娜祷告美浓。
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愿满心感谢了你。你是圣洁公义的大牧者，你是听咱世人万民的创造者。在这个困难的时刻，阮特别感谢你的引带看顾，愿你以前警戒的时间，由阮会当来到教会敬拜。伫阮软弱的时阵，你会当接做阮的瓦靠，无论是日时、暗暝，无论是好天还是落雨天，伊总是用你的大能力来保护、来爱每一个需要关心的人。伫这个时阵，阮总是咧想，为什么世界发生这么严重疫情？为什么医学技术这么进步？毋过咱人的心内犹原充满惊吓。虽然阮无都完全明白你的旨意，毋过阮相信，信靠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理，是人生的道路。主啊，今日的敬拜，求你互阮袂拄着任何的阻挡，互咱会当专心伫敬拜当中。无论是伫教会，还是线顶敬拜兄弟，每一位拢会当对诗歌、圣经节、讲道，还是牧师的讲座当中，感受到主你满满的爱，感受到主对你来的望。我嘛特别为着教会的牧师、传道、因真同工、服侍团队，甲所有兄弟来代祷，互阮每一个人逐工的重心，拢会当拿主你的教示放伫上头前。特别我嘛感谢主，我看见主日学的校长、老师的团队用心陪伴，线顶的主日学的敬拜。透过安尼，我嘛看到真侪父母甲细囝开始用录影的方式来服侍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开始。因为阮知影，领受福音、喜乐服侍，袂受到空间甲时间的限制。因为阮知影，真正拍开阮的心，用心甲主相连结，相信阮伫追求信仰的道路过程，确实你才是阮生命的瓦靠。有福音伫阮的身躯，是何等大的福气！主啊，阮需要你来引带我，所以这时，阮继续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做伙来祈祷。愿你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信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子今日你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按这位来恭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两位圣经节。第一个记载是诗篇第56篇第3节至第4节。我惊吓的时，我要倚靠你，我倚靠上帝，我要称赞伊应允的话。倚靠上帝，我就无惊。会死的人会得人拿我安怎？第二经节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3章第20节到21节。上帝已经予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国活，伊通过耶稣所留的话，确立永远的约，予耶稣成做羊群的大牧者。愿这位赐平安的上帝，予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通过耶稣基督伫咱当中成就伊所欢喜的事。愿荣光归予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接续，雅音献诗是由以赛亚牧区来做献诗。因今献的诗歌是上帝请听也过一切。结束会由牧师来做讲道。
欢迎兄弟姊妹来到早平安。啊，真难得，咱经过3个月吼，拢拄啊3个月，啊，咱兄弟姊妹会当有限度，搁倒转来到礼拜堂敬拜上帝。咱原来咱即个礼拜堂厅会当坐400位啊吼，啊，毋过咱上悬到现在只敢会当99名，啊，咱4楼大概拢坐满吼。坐满，啊，咱差不多50个若定吼，啊，楼顶呢大概会当坐安尼45个安尼，啊，这是足难得的，啊，咱会当互相见面，啊，久，啊，咱大家拢平安，实在是足感谢主吼。啊，虽然呢，咱袂当坐伤晚啦，总是咱互相请安会使的吼。啊，咱等下大家来甲即个线顶的兄弟，有哪画一首愿你平安，好无？来，预备，来，愿你。啊，咱甲隔壁啊讲述一下，来欢喜看到你，啊，真感谢主吼。看起来3个月足长啦，实在是足长哦吼。啊，大家感觉讲，咱台湾人实在是足可爱、足乖就对啦。叫你住厝，你就住厝；叫你唔通出来就唔通出来；叫你挂口罩，啊，咱因为你的努力甲咱的努力，咱3个月吼，原来对几啊百个哦，吼。上加有一天到6、700位的感染，到现在剩3个、4个安尼，啊，剩迄个紧还袂长安尼若定。咱就是看到新闻报道吼，现在真侪国家，咱东南亚、越南啦、泰国啦吼，包括日本、韩国，哇，因搁重感染呢。啊，咱印尼嘛是感染真侪，啊，所以毋是。咱较好运啦，是咱认真，咱照规矩，所以咱继续祈祷，求上帝，互咱台湾即个岛屿吼，毋是讲啊拢无感染入来，因为吼讲较捌都有芳啦，就是咱大家啊有够额的疫苗，啊咱会当遵守，啊互咱大家拢无抵到拄到即个危害，咱继续为着这样事来祈祷。今仔日大概是咱。教会申请99位会当入来到教会礼拜，啊，咱嘛是照起工吼，遵守即个规矩，实名制吼，用 QR code 也是讲用签名的。啊，咱第2是讲咱挂口罩，吼，啊，咱手酒精洗手。啊，其中也一个重要原因哦吼，咱即几礼拜还未解封的时阵，咱大家尽量坐原位就对啦。啊，小等下请同工吼。有哪伫迄个角位啊，甲咱翕一张大张相，啊，就是讲翕起来，啊，知影咱人坐伫倒位，这是咱民政局防疫的规定啦，就是讲爱固定位，吼，啊，咱若请同工伫迄个角位啊翕一张相，知影你坐伫倒位，啊，有备无患，吼，啊，这是咱大家细日，希望咱一个足平安、足快乐的敬拜。啊，讲到平安甲快乐，事实牧师今日要讲的一个主题是。咱的惊吓，伫咱人生中间所拄到的惊吓。第一是因为咱拄着疫情，真侪人虽然足平安、足安全，啊你嘛会惊，吼。啊，搁一个是咱台湾人到现代已经21世纪啊，毋过拄着农历7月，叫做鬼月，大家嘛惊甲，无惊嘛感觉有一寡禁忌会互你感觉真。困扰安尼，所以牧师叫了今仔日这个主题，甲咱来学习，免怎透过信仰，大家来克服这个惊吓、恐慌安尼。啊，那拄则咱有读2位经节，小等下咱来做复习。事实，这个国语叫做恐惧啦。啊，咱台湾话会使讲是惊，还是惊吓？有人讲惊甲破胆安尼吼。这个惊到底是安怎来？恐慌。事实带来有正甲负的溃烂，有正面的哦，啊嘛有负面的，啊看你安怎处理，啊会带来正面的帮助，还是负面的溃烂安尼。圣经中讲到惊吓、恐慌，咱有引用圣经节内面吼。今日咱所读的圣经节，诗篇56篇第3节甲第4节，这段经文的这个头一位。起头就写着讲，非利士人伫加丁那掠掉
加铁掠掉迄个大笔啦，吼，是伫加铁的所在下掠掉大笔。啊，所以大笔哦，伫迄个危险，伫迄个有杀身之祸的情形内面，啊，伊所描述描述伊的心境，描述伊的心境。啊，大笔咱怎讲呢？讲我的对敌规日吞打我，至悬的上帝啊，攻击我的人真多，吞打我，攻击我，所以讲我惊吓，我真惊吓。连这个勇士大笔伊嘛有惊吓的时阵，讲我要挖靠你。惊吓是人的心上的一种自然的反应。啊，毋过咱看见上帝安怎来帮助咱。箴言29章25節，又講驚畏人的，就是泄露網；獨獨倚靠耶和華的，要得到安穩。意思是新約呢個聖經是講驚人唔驚上帝嘅，就是泄露網。你的驚會影響到你的思考，驚會影響你家己做代志的順序，驚會互你無氣力，驚會互你袂曉判斷。啊，箴言甲咱提醒講，你若有驚嚇，特別是對人有驚嚇，你就家己一個網綁掉嘿。但是我靠耶和華，你就要得到安穩。這是聖經所咧描述，只不過是其中的幾項啦吼。啊，他驚嚇是人類的生命中間的歷程，是咱與生俱來。意思講，你出世。啊，咱細漢囡仔就講啊，迄個囡仔拍青驚着，青驚着啊。較早講咱囡仔足濟啊，未信主的人，攏愛抱去收驚，對毋對？啊，愛抱去收驚。啊，我會記迄陣囡仔時代啊，裝骹無啥物藥啊，攏愛食青驚藥啊咧。迄種藥啊，毋知啥物藥啊，都反正一個阿嬷啊，就伸手去抹迄啥物紅紅的迄啊，甲紙抹的，有無？啊，迄攏是一種安穩的作用啦。囡仔驚着就愛哭，啊，困袂去。啊，咱大人嘛是啦，驚到的時陣半暝會做惡夢呢。啊，我大家回想一下，你會驚啥貨？有誒一個自然會驚嚇，比如講，若暗時到會驚，內面外口烏密嘛吼，你會驚。啊，特別囡仔吼，啊，有人發覺，哎喲，烏毋知有啥貨無安尼。啊，有時當然咱是驚講，驚咯去跋倒啦，去踢到啥貨啦，吼，即款自然的驚。有人爬懸就會驚，爬懸就會驚。頂日啊，就即個阿拉伯的一個航空公司啊，為着要重新飛飛機，派一個空中小姐去到迄個杜拜的上懸迄支塔，全世界上懸的所在，徛佇遐咧做廣告。啊，迄個小姐一定是毋驚，伊毋驚懸啦。毋過咱足濟人咱台灣最近流行迄種透明的迄個推有無？天推啦！啊，咱佇迄個風景區啊，雕工甲你下骹是玻璃的，行去到下骹深深講咱台灣一句話講骹尾攏安怎？攏撩起來安尼，骹尾會撩起，感覺會足驚，有誒毋敢行咯懼高症，有一種人會拄着叫做幽閉恐懼症。幽閉恐懼症就是講。四面攏無窗啊，內面安尼啊，所以有人入去電梯毋敢坐呢，有人毋敢坐電梯，因為伊捌驚到，有人坐飛機捌發生迄氣流嚴重啊，怎驚到毋敢坐飛機？這攏是人的一種自然的反應啦啊，佫較毋免講，大部分人攏會驚一種小動物，有人驚家蛇啦，有人驚蜆人啊啦有人驚迄軟的、黏黏的安尼。所以有一站電視無咧流行迄恐怖箱有無？一個客啊，內面攏暗暗，啊，互你手落去摸，啊，互你摸啊，驚啊，原來迄毋是，迄就是雕工假的就對啦啊，驚蛇啦，驚啥貨安尼？啊，足濟人有白袍恐懼症。什麼這個白袍恐懼症？看到醫生哇，血壓就懸起來啊！啊，佇厝裡都養啊好好，啊，奇怪看到醫生就怎袂爽快安尼啊，有人足驚注射即邊疫苗大家攏愛注咧，足濟人驚甲煩惱攏袂困節安尼。有影，這個驚是咱人的一種自然反應，驚是咧保護咱。就像咱咧防疫共款，
咱的抗体共款，有一个镜啊，互你闪避啊，迄个危险安尼。所以这个镜呢，有几项的即个情形，就是讲人类因为惊吓，所以会当趋吉避凶啦。啊，最近伫迄个高雄桃园区，哇，落大雨落甲安尼，规个土石流拢规个拢淹来。啊，咱伫迄个高雄的即个kind和教会原住民的kind和教会，嘛有一个执事吼，做议员，啊要去勘灾，一个大水来吼，救袂起来，流去安尼。啊，所以咱的祖先呢，拢知影讲，哇，这是人讲水流的所在，毋通住遐，因为吼平常时好好，风景真水，但是若大水流来，土石流来吼，闪袂去，规间厝拢挂去。咱最近足侪国家拢发生即个情形，啊，所以你知影惊，你都毋敢去。啊，深水的所在你会惊，山悬的所在，啊，迄个树林内面你会互你惊，啊，惊你毋敢入去，都袂发生代志。我虽然对出世伫庄脚小岛吼7米吼，不过我从囡仔开始吼，爱去耍水哦，毋过去到较深的所在，你嘛会感觉惊，因为内面吼。唱水味的时阵，内面乌米嘛，你感觉好像内底毋知有啥物大尾鲨鱼要走来无？安尼，人拢有迄款惊吓，啊惊吓你都毋敢乌白来，啊这是一种对咱是保护。事实咱普遍的惊吓是对人类引起人类的文明甲进步，会引起文明，就是讲为着要克服这个用惊暗，所以咱就发明电火。发明这个迄个蜡烛啊，点火啊，互你光起来，暗时袂乌暗。所以会帮助科学的研发，会帮助人类文明的累积，啊，甚至咱知影讲，哇，对咱有祖先以来吼，这济的疫病吼，毋是今仔日才发生啦，发生疫病啊，咱就讲奇怪，这是啥物原因啊？吼啊，有事实真多呢，啊，就有医药的发达，啊，促进咱的健康。所以惊吓毋是逐项拢是歹，互你细致，互你谨慎，互你谦卑，安尼。啊，当英国一个出名的首相二次大战呢，叫做丘吉尔，伊讲一句名言呐，伊讲做恐惧的总和，吼 ，the sum of all fears。伊讲一句名言，伊讲啥呢？伊讲检测你会当将上勇敢的水手。也是唔惊的飞行员，也是大胆的兵，拢召集做一伙。你是讲这个上好的来，毋过伊讲这个人嘛是会惊。讲恁会得到什么呢？讲叫做恐惧的综合啦，综合。意思是，甚至外勇的人、外勇敢的人，因为看到对敌。毋知比我较勇无，比我较后无，伊原会惊。啊，所以有人捌写外国写一本小说，就是叫做《恐惧的总和》哈，这是一本册，啊嘛拍做电影呢。啊，伊咧描述讲，迄个恐慌的总合有啥物意思？伊讲，这有一个汤姆克兰西写的这个小说，伊讲恐惧会带来啥物？检测是快乐，还是平衡？啊，上歹的是带来毁灭就对了，吼，带来毁灭。啊，这是差不多20几年前的电影啦，吼，电影恐惧的总和。啊，恐惧、惊吓甲无知合起来更较严重。有人是无知，啊，甚至惊吓就对啦，毋捌啊惊甲安尼，啊若捌就毋惊吼，这也有啦。伊讲恐惧、惊吓甲无知合作伙。会容易带来毁灭性的悲剧，因为惊吓会失去理性，佮加上你认知有限所做出来判断，有时会惊你绝路。拄则咧讲迄个电影吼，事实咧做啥物呢？伊咧做讲，当时吼，苏联甲美国有一种冷战对无吼？啊，冷战呢，哇，就条工变遐有诶无诶，讲哇，阮已经核子弹出来啊吼，啊，迄边嘛讲阮有哦，最近嘛是啊，美国嘛咧射飞弹啊，吼，迄个北韩嘛咧拍飞弹，有时拢是咧吓一个，互你知影，毋通随便就对啦，吼。
迄个故事就是咧讲，有一款迄个激进分子啦，讲去偷着迄个核子弹，台湾甲你威胁，到底会爆炸袂爆炸，大家惊甲吼，迄电影就做一首迄个紧张就对啦吼。因为你毋知，你无了解，会惊，会产生一个真大的错误的判断。所以惊遐会带来无知吼，也是众生吼即个会暗藏着你的理性吼即个所在，咱就看起讲，咱无知是安怎来的，就是暗藏为着要闪开惊吓，就选择妄从，就是讲毋对嘛，咧行就对。你任你受限，因为知影不足，会做出判断，错误的判断。所以对老也是顶头生，是看你讲对恐慌的态度、惊吓的态度。因为你惊所以做选择。你若是毋惊，你有理性去固守迄个价值甲信仰，你就活过即个惊吓。所以这拢是咧甲咱讲起即个恐慌惊吓所面对的可能性啦。检测你有家己特别的理解嘛，无一定。但事实若是甲咱个人有关系是安怎？伫咱生命的情景中间，咱所拄着的惊吓，较无共款的方向，这是咱随时爱处理着的。什么惊吓呢？大家所理解有即几项，头一项是咱对迄个黑暗看袂到的灵界的惊吓。拄则我讲起，咱顶礼拜8月初8，原来是7月初1啦，旧历啦，是咱台湾的讲迄个鬼月开始。咱本来是讲，咱基督徒吼无受到伊影响，所以咱要来去迄个南方吼夜月来办道咧。因为吼，遮无信主的人吼，伊都毋敢咧吼，毋敢办道咧。咱靠主的名勇敢，所以要办。毋过可惜吼，顶礼拜咱还阁无迄当全国开放安尼吼。有影你也看咱台湾社会，一到农历7月，大家自然啦。叫你耍水，伊嘛毋敢去；要去创啥拢毋敢，因为惊。较早的人吼，甲你吓惊，互人毋通去拄着错误，也是讲危险。毋过惊到最后，足侪代志拢毋敢做就对。特别是对鬼神的惊吓，所以咱台湾人吼到7月拢普渡吼拜拜，拜甲足大就对，拜甲足大。你看这是诶7月咧普渡的场面啦，讲。普渡了吼，毋是鬼较歹，是人较歹。大家烧这爬起哩吼，甲遐祭物拢扫，我毋知用较大骹布地拢款转去啦。讲这讲要互鬼食，他家己食了就对啦吼。到底是真正假，毋是假假拢毋知啦。亲像咱家人有咧放水灯放水灯，就是讲要来化解才会冤仇啦，才会鬼神的问题吼。中原节像屏东啦伫头城拢才有咧唱歌看起来迄款风俗，若是讲对伫早时拄着咱台湾的百姓同胞去无缘无故去失去性命，对因的一种敬畏，这其实毋是歹事啦，一种追思孝念。但是呢，若是一种歹风俗就毋好安尼。所以咱若用理性来甲想，讲这鬼神嘛，真可怜呢。一年才1个月通出来食，剩的是要食啥？安尼就对啦。咱甲想嘛，种足奇怪咧。毋过当咱受到即个邪灵的控制时，你想袂着，想袂济啦。是咱基督徒看徛伫边仔咧看，所以有的人开始甲改变讲7月是平安月呢。7月，咱有人讲是盂兰盆节，讲是种极孝敬的月呢，这种我咧化解。毋过已经伫民间遐久啊，真困难一个就解过来吼。佫一个是安那，咱对未知世界的惊吓，大自然未知的规律，像咱最近拄着地动拄着风台，拄着大水，这自然的规律对咱人类的攻击，你会惊。
所以足侪多难的吼。咱最近大家上烦恼的讲叫做气候难民呐，气候难民意思讲，较早都无落遐侪雨，即嘛落遐大，带袂落去啊。较早毋捌透遐大的风，即嘛透啊严重，规个厝体拢歹了了。即嘛因为极端的气候炎热，热甲打瑟瑟，像咱几个月前安尼台湾打酷酷安尼，一个小可无好势就点到规粒山头拢烧了了，所以叫做气候难民呐，大家爱四过走，因为毋知影即个所在佫徛会落袂去安尼。咱事实对比你的世界，还佫有真侪项。那对台湾人来讲，咱在座较有会兄这拢知影。咱台湾经过400年吼，迄政权咧换呢，统治者咧换。咱上近的即边是戒严时期，对无？白色恐怖的时期，真侪人是足惊的，因为毋知什么时阵吼，要互人查户口，什么时阵要甲你报你的迄个资料秘密去安尼。咱长老教会吼，有真侪牧师吼，拢互人乌名单呢。早前吼，牧师徛伫台仔顶讲道吼，下骹都有人咧记录啊。较早好佳在无录影，无迄种手机啊，但是吼，拢有咧记呢。记看即个人安怎，拢交出。最近咱都政府开放遐档案啦，哇，他知影讲吼，原来较早某一个会友足热心啦，讲足听牧师迄个就是咧甲背啦，所以吼，迄会造成人的一种心理的创伤，你敢知？即马迄档案拢开放安尼，新人院佫较免讲，新人院吼，学生嘛有迄个呢，嘛有迄绕白啊咧，迄咱叫做集体的恐慌。那现在伫中国有哪个安尼呢？中国吼毋敢讲真话，你无细字就半暝互掠去关啊咧。佫较免讲最近咱拄着迄个新冠疫情的感染，大家惊甲。咱台南吼已经2个月拢无迄种感染者，咱嘛烦恼咧。在顶几日吼有一个新闻讲咱有一个感染者来咱东区说啦，去牵连去倒位，咱就烦恼啊，我毋知我有迄届相拄着无安尼吼，迄款的惊吓。注疫苗嘛是惊，毋知做落会安怎无安尼，因为有一寡负面的消息拢来，所以这惊吓伫咱身躯顶。过来，佫较近的是咱家己自身，咱的生命甲未来的恐慌。咱追求人生的过程，有追求胜利甲成功，毋过胜利甲成功是介好啦，毋过都无确定呢，会带来惊吓。亲像咱看迄个政治统治者是安怎伊要集权呢？伊是惊人甲车倒去啊！所以都爱派秘密警察，派遐特务啊，来管好，惊人甲伊暗杀的。所以这政治者愈悬，伊就愈惊吓。这是历代对皇帝开始拢安尼。我会记得李登辉总统迄阵要挖地时阵，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伊捌招伊的下骹手去爬山啦。爬山，从台北还是啥物观音山，爬去到山顶讲，哇！我徛伫上悬的所在啊，煞会惊呢。伊感觉讲已经无搁较悬的所在啊，伊感觉讲有迄种权力的孤单的惊吓。咱做生意人，咱做事业家，咱面对经济的这个起落啦，疫情一个来，突然间生意拢无去啊。疫情一个来，袂通出国去交接这事业生意啊！疫情一个来，迄船吼，拢挡伫遐，毋甲你开啦。规个货品拢客伫港呢啦，这要安怎？迄是真大的压力咧。事业的盈亏拢会惊吓。佫较有的是咱生活中拄着考试、升迁，甚至破病、手术、性命无常、亲人离开，拢互咱拄着惊吓。运动选手伫咧竞赛中间嘛是安尼，胜利甲失败是一瞬间呢，敢若差1分呢，就赢甲输。所以这边伫东京奥运，牧师顶礼拜有讲起吼，大家足热咧看这比赛，有两个咱的选手所拄着的是足经典的就对啦吼。咱也爱看羽毛球的吼，伫羽毛球顶呢。咱台湾的选手吼，
一组是头一摆就输啊，第一场就输吼，啊一个是到最后才输，啊到尾结果无共款。你甲想讲，迄选手的紧张性法偌大？这个选手就是咱的世界球后戴资颖，伊头前咧拍吼，轻轻松松，无一个会赢的。啊，毋过伊愈拍压力愈大，压力愈大。全台湾的人拢讲戴资颖第一名，啊，你看伊会惊袂咧？啊，到最后啊，都差无几分就输去啊，伊变第2名。啊，毋过另外一队啦，哇，进台湾上届穿的，这个羽球男双哦，第一场就输去啊，啊输去啊，伊想讲啊，输都较输嘛，差不多安尼尔啦，啊，就轻松啊，甲拍就对啦。伊颠倒袂惊，啊，愈拍愈好，到最后得冠军。啊，所以伫迄个竞赛的球场，有人迄款的情形的变化遮大。搁另外有一个新闻，来互咱感觉讲，即个惊吓所带来的结果啦，吼。可能有人较无注意这个消息。美国的一个体操天后叫做拜尔斯啦，伊的体操动作是有史以来上界水、上界好的，足完美的就对啦。啊，毋过去到东京比赛头一个就输啊，啊无拍入去内底复赛预赛，伊就无法度啊。伊安怎呢？因为伊宣布退赛，因为伊心理健康的因素退出这个东京奥运。伊有发表一句话讲，我无想要搁背负全世界的期待啊！哦，伊压力大到大家要看伊表演啊，到完美吼，伊迄个紧张到这个程度。另外嘛是一个出名世界的比赛的选手，就是日本的网球的大将啊，伊叫做奥萨卡，就是大阪直美，因为伊受到长期的忧郁症的关系吼，啊，这是体操天后，伊的姿势吼，讲足完美的就对啊。伫顶摆，伫迄个巴西的迄个奥运吼，伊得4个金牌呢，总是伊袂堪接即款的压力，啊，所以宣布讲袂当比赛。啊，拄仔咱讲即个大阪直美，伊忧郁症艰苦，宣布退赛。伫迄个法国的网球比赛，啊，伊公开伫迄杂志《时代》杂志讲吼，请大家注意到即个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啦，毋通一直要求，啊，伊感觉讲好像一个机器共款安尼，啊，这是大阪直美吼。啊，咱遮所有的恐慌，咱倒转来基督徒，咱基督徒也无比人较厉害啊，也无人比人较有力啊。你要安怎赢过恐慌呢？这是牧师今仔日要甲咱3个学习的。咱爱战胜恐慌，互你生命充满着快乐。咱人对圣经得到真侪好的学习。我讲无人会当完全毋惊，除非讲你知觉无去啊。啊，毋过咱若会晓倚靠交托，你就会当得到滋水的学习吼。当真正的平安来对上帝。拄则咱读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，伊讲对4年过我的主耶稣来见证赢过恐慌的能力。意思是耶稣基督经过迄个世间上恐怖的死，过来过我，因为伊即款的快乐带来互咱世间人无搁再惊任何的迄个威胁，因为连死都毋惊。这是耶稣基督保护所带来。咱先肯定这项，你就会当对遐对伫你的陷阱搁爬起来。所以通过耶稣所留的保护，确立永远的约，互耶稣成做羊群的大牧者。咱有这位大牧者，有这个赢过种种惊吓的主，啊，咱无倚靠，实在是有够愚公就对。伊讲赐平安的上帝，伫咱所做逐项善事来成全咱。赐平安的上帝，赢过人所制造的平安，会当遵行伊的旨意。佮圣经就安尼讲，伊照着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成就伊所欢喜的事。兄弟姊妹，这位赐平安的上帝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、牺牲。赢过一切死亡的惊吓，来带来互咱成就咱逐项的善事。所以有一个步调啦，
我希望咱家己姊妹，当你面临着即款惊吓、恐慌的时阵，有即款的学习。第一就是咱战胜恐慌能力的来源，第一是咱应该伫主的面前坦白承认咱有惊吓。咱毋是讲啊，我袂啦，哦，我上好，我真足好的，毋是。每一摆我去探访咱的会友，特别要开刀进前，我拢甲伊讲，你毋通讲你袂惊，若袂惊你都免烦恼啊。因为惊，所以爱挖靠。有惊吓无毋对，会痛痛麻醉会安怎？开刀了有啥物结果？当然咱有迄个淡淡的惊吓。你甲主讲主啊，我有即个惊吓，求你甲我治底，互我挖靠你，勇敢度过即个惊吓。连大笔伊都伫上帝面前宣告家己惊啊，伊惊吓讲主啊，我有惊，所以我要挖靠你。啊，若无惊，就拢人讲。毋惊半人就对啦，吼，惊爱挖靠。所以咱常常伫祈祷中吼，咱有时哦真惊就对，毋敢甲上帝讲上帝啊，我即下代志实在是足烦恼啦，足惊，主啊，我袂堪接，请你帮助我。伫祈祷中，特别是伫家己家内的人，也是小组内底的人，你会讲毋敢祈祷出来，惊吓毋敢祈祷出来，自信你上帝面前示弱。这是你得到保护快乐的来源，就知影你有欠亏嘛？你有欠亏，你会甲上帝求；是啊，你有惊吓，毋敢甲上帝讲。第二是完全的交托，腓立比书4章60到70讲，拢毋通看入什么，万事就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你所求的互上帝知。万事啦，逐项事包括惊吓，你先用感谢的心来祈祷甲祈求，然后。才看入吼，咱交付主啊，互上帝知。第7节讲，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耶稣基督保守你的心思甲意念。交托甲主讲，这是保罗对咱的提醒。第三是对上帝真正的倚靠，确实来倚靠。就像有囡仔，伊都无啥物办法啦，都甲妈妈揽掉的啊，伊知影。是大人，妈妈会甲保护嘛？诗篇23篇，咱所识的经节，伊讲：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互我安稳自在。我经过死荫的山谷，我毋惊，毋是我戆胆，是因为我有主通靠，有主甲我同在。然后甚至对负面变胜利呢？讲第5节讲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，停我的杯到满出来。对敌的面前，竟然会当欢喜啉食，这是上帝快乐帮助。你当超越这。拄则咱读的经节，咱阁复习一遍。56篇的30到40讲，我惊吓时，我要倚靠你，我倚靠上帝，我要称赞。伊应允的话，我靠上帝，我就无惊。会死的人会当甲我安怎？兄弟姊妹，全然的倚靠，搁像是咱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咱会勇敢宣告。咱就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，印证这个永远的约。这是你宣告的时阵，主耶稣基督应允的约就临到你。咱来学习用圣神的眼光来看透迄个黑暗、惊吓，甚至生死的问题。你若无用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无用圣神的开导，咱就无法度。咱大家人拢伫迄个环境中间，你哪有可能？所以，就亲像咱最近定啦，乌云一个来就落雨。毋过咱用圣神的眼光的意思是讲，你冲破迄个乌云啊，去到。云顶，咱捌坐过飞机，下面乌暗乌云满满，毋过比顶员讲，哇，日头遐尼光明啦！你活动伫遐看见即个世界，你会感觉讲啊，原来下面的乌暗我已经无受影响。这是一种属灵的眼光，我靠确信上帝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约。当我会记得阮较早庄脚囡仔时代咱听头拢会挂一张耶稣的像，有无
感觉讲阮这是基督徒的家庭。我印象足深，囡仔就看到讲有一张图吼，互我印象足深。毋知你有捌看过即张无？即张图就是讲一个天使有无？保护两个正地啊，经过迄个破的桥啦。有天使保护，所以囡仔毋惊。即张图有个人带吊伫厅头，感觉讲有天使咧甲我保护，我就无惊遐。这图嘛有无共款的版本啦吼，这是另外一种的版本安尼吼。拢足古锥足平安就对啦，拢足平安吼。最后一项是安怎呢？你赢过惊吓，是为着要，互你得到真正平安。咱会惊无毋对，但是你要靠交托行出来，毋是讲戆胆毋知黑暗迄款的。耶稣拄着迄个管会堂的街路。伊查某囝因为死去足烦恼忧闷。耶稣甲伊讲，毋免惊，只着信。咱人吼，若拄起迄个贪心、无私心，应该放手就放手，你也无搁再惊遐，因为你已经无搁私心烦恼啊。最后牧师讲一个顶日看到迄个故事啦，就是。有一个叫做范耀鹏甲林丽夫妇伫真情部落格内底所做的见证。这对夫妇呢，这个兄弟叫做范耀鹏，伊讲伊细汉的时阵，原来一个家庭是足富裕的，无拍算。迄阵政府咧征收啦，要去起学校，因住伫个地里，就是讲因的厝伫个地好不容易老爸安尼趁钱立积起一间砖仔厝安尼，无拍算，一个拢拆去。所以因起老母足伤心，足烦恼，都亲像几年前发生的共款，硬拆厝忧郁症。所以这个妈妈怎去自杀？爸爸嘛伤心甲变做精神失常。这个范耀鹏兄弟。伊讲，对迄阵开始，伊规个人怎改变去？人有惊吓，有苦毒，成长的伤害，惊失败就对啦。所以讲，伊细汉就学着跋筊的歹毛病。伊想讲要用跋筊赢来拄起伊的惊吓。就安尼哇，人生都反正。认真趁钱，嘛认真跋筊，拢输去讲输几千万的就对啦。伊伫菜市咧卖果子，咧卖遮个种种的物件，酱牛花，酱牛花玲珑，甲即个共伫菜市咧摆摊的即个邻里来结婚啦。即邻里结婚了，才知影讲，哇，我即个先生外口是对大家意思讲人缘真好，生意真好做。无拍算一个下班就走去交警跋筊。伊讲哇，我毋知影嫁着即个翁，要安怎？苦劝也无效，甲限制嘛无效，安尼。所以规矩就去拜拜4过拜。人若讲有啥物熬的，拢去拜安尼。讲去找一个阿伯甲指点，走去宜兰讲开100几万安就对啦，开嘛无效。到7月普渡的时阵因开始迄阵咧开工厂咱知影工厂一般迄大门、迄大铁门差不多5公尺是偌大。咱要卡车要出入较好出入。伊讲伊就是即个太太一摆5公尺宽迄个拜道啦，摆甲澎湃安尼去到大润发车5、6车的物件要转来拜，毋过拜就无效咧。烦恼翁婿，烦恼事业，好家财。后来有伊的朋友甲伊带去教会，伊讲入来教会，讲你著拜遐，这拢无效，敢要来教会试看卖？讲一个到教会，听着咱咧敬拜赞美规个目屎拢袂离就对啦，一直流目屎，讲呾我哪会较早遐戆安尼，拜遐有诶无诶拢无效。伊来信主了，引出伊诶先生。讲恁先生若要改教去做礼拜试看卖，
爱先生原来吼无啥爱，到尾勉强对伊去。即个先生嘛共款，来到教会，目屎拢流出来。经过信主了后，伊有一工佫行过交经啦。伊讲：哎哟，即阵人哪会遐戆，走去遐咧哄骗啦！啊，伊讲较早你嘛是安尼，啊，人会眼讲吼，无互圣神点去，点光的时阵，伊袂拢想要一直赢。伊到尾讲啥物呢？讲迄种电动的迄个跋筊的吼，事实后壁伫暗间内底有一个人咧控制啦。要互你得奖就得奖，毋互你得奖，甲你改一个啊。你较对嘛袂对，啊，讲戆人去摕钱咧，互遐个人趁安尼。啊，到最后，意思讲伊咧见证讲，哇，伊对信主了后，足热心敬拜上帝，小组参加幸福小组，参加迄个团体，哇，认真来参与。伊对行遐行出来，斩断遐个苦毒，细汉所拄着的伤害，伊到最后啊，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兄弟姊妹，人人拢有恐慌，人人拢有惊吓，但是咱安怎军对主、天条主，这是咱上大对主来开力。下面要招咱兄弟姊妹啊，咱有诶伫线顶诶吼，啊，咱小组会当通过周备诶内容来做伙啊，来伫遐啊来讨论吼。啊，牧师只是要招咱做伙来祈祷，也来做公道。主管的上帝，阮为着伫疫情中间第一线医护人员甲防疫单位祈祷，求上帝赐因智慧、快乐、甲平安、健康，来保护全体阮百姓得到平安。阮着台湾会当继续得到教育的新冠疫苗，全民会当普遍来即个注这疫苗。求你保守，也阮台湾所有同胞，逐个人同心合意，也无伫遐互相攻击、互相揪后骹，大家会当合一，互疫情会当紧紧来消除。阮为着亚洲甲世界各国，因为变种的病毒在侵袭，还佫有染疫的人佫较悬，求主怜悯，互世界各国，特别是这弱势的国家，会当有够额的疫苗来保护，会当发挥免疫的效能。互疫情早日会当消除。主阮为着疫情影响，伫经济事业、工作受影响的兄弟，求主赐落智慧甲气力，保守因顺利来度过难关。我若为着教会，阮开始恢复99人的聚会，会当顺利各种的聚会恢复。啊，阮门徒培育福音事工会当顺利来展开。主阮若为着暑假期间青少年组织了学生有好的假期安排。身心灵拢成长来祈祷，也为着病痛中伫静养治疗、伫病院静养的求主保守甲医治。所以，我也特别为着农历7月，台湾同胞心灵来代祷。伫这7月时阵，台湾同胞受到黑暗势力的压制，进行祭拜普渡，心内无平安。求上帝保守，互阮基督徒来传平安的福音，早日互在台湾人的心灵有得到真正安稳甲喜乐。主阮也常时继续代祷。几个月前，阮烦恼台湾无水，现在煞烦恼水伤多，还佫有真侪所在伫遐有土石流。阮看见即个自然变化实在是真紧，阮袂当应付。由你怜悯，特别伫山区有真侪所在，路长、桥长，人无方便。主啊，求你保守，互政府的救灾会当顺遂，阮台湾会当成做一个平安的国土。愿你赐福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会当恢复来到教会做礼拜。求你保守，愿出入平安，也愿因为好的防疫，阮拢无拄着艰难。愿主赐阮赐福，互阮大家领受这款的恩典。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兄弟姊妹。我有难用这个投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，咱就要来做结束吼。好来，咱教会申请99人的聚会吼，已经通过啊。所以咱用阮99人吼，拄则牧师讲过，咱在1楼吼，敢若会当坐头50个尔。咱如果请兄弟吼，有同工来斗翕一张相哦吼。咱会有坐所在，楼顶嘛有几啊位啦吼，所以佫会当容纳啦吼，几啊10个。
咱若位排无好势，咱小可去调整一下。最后吼，若照讲吼，应该我咧看到咱有诶家庭两个坐做伙，应该是无困难才对，因为咱伫厝里头拢无咧挂口罩啊咧吼，所以若翁仔某要坐做伙，到时若民政局来讲，人这一队诶啦，你袂用家了开吼。因为咱这意思讲，大家人应该是较无问题。咱若平常时无甲共一个家庭诶，就尽量坐较开诶就对啦吼。毋过咱安尼坐真好势吼，真感谢主吼。咱目前是实体甲线顶礼拜节并行就对。过来拜五，因为咱差不多正百个咧做礼拜聚会，所以拢会当开放实体诶吼。总是有诶兄弟因为还袂小组，还袂开始啦。总是咱鼓励咱拜五会当来参加实体诶祈祷会。咱小等下10:15，咱嘛阁有主日学诶线顶诶课程哦吼。咱诶文道学校也已经恢复实体诶即个上课啊。有愿请咱伫线顶诶兄弟。咱会当小组也好，也是咱家己敲电话来登记讲我大概有几个人参加线顶的聚会，咱来统计人数，实体的人数甲线顶的人数吼。另外呢，咱有一本即个2022年的周历手册，咱有诶兄弟爱用吼，你若有需要，会当去办公室登记一下，讲我是有2种版本，你要用倒一本吼？咱9月初5截止安尼。另外一个消息，可能有个人有熟悉啦，就是咱会籍伫咱教会罗启明传道，吼，伊要伫8月28伫咱教会2点半，下晡2点半，来举行伊的即个封幕的典礼，吼，咱有请圣官伫要来甲因献诗，来甲因祝福，咱可能咱毋免特别来啦，因为伊有限到99个咧，吼，所以规个礼拜299位，吼，总是咱甲伊祝福，上帝祝福满满，吼。感谢主，用安尼甲咱做报告，搁一遍真欢喜看到咱大家来参加聚会，咱时时请师会来主持咱的奉献，甲即个读经句，多谢。会众请起立，按照来迎奉的回应诗。会众请坐，这是咱来看周报的上尾一样吼，咱来读本月经句，记载伫申命记第5章第16节，咱做伙来读。着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，互你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守护你的平日子久长，来享受福气。申命记5章16节。上引，请会众请起立。上引煞，请牧师来做导。愿主赐福
来领受恩典，上帝恩典甲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施恩赐福保守帮赞，甲咱兄弟姊妹以及线顶的兄弟三甲同在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咱请坐，咱来默祷，来闭会。欢迎咱即个大家平安顺行吼，啊，落楼梯啊，坐电梯，大家细致后吼，大家平安，下礼拜再来三甲聚会敬拜，感谢主。